覺得古箏係一個比較古代嘅樂器啦，即係細個嘅我覺得係咁樣啦。錢景老師啦，就係由我小學到中學一路都係跟佢學嘅，因為佢玩現代嘅樂曲會比較多嘅，咁佢亦都有好多跨界嘅嘗試啦，咁我就覺得哦，呢個其實都幾得意喎。古箏同鋼琴都係有一個好相似嘅地方嘅，就係獨奏嘅話咧，已經係非常之有表現力㗎啦。因為就係話旋律啦，同埋呢一個伴奏，佢都可以自己兼顧到嘅。咁或者同其他人合奏都好咧，佢都係有自己嘅即係非常優勝嘅地方。古箏係擁有超過2500年歷史嘅中國傳統彈撥樂器。6歲就學古箏嘅楊程浩 Grammy， 同大部分小朋友一樣，最初先接觸西樂鋼琴，後嚟父母俾佢學多一種中樂樂器，佢就開始喺音樂事務處跟隨演奏家錢景學古箏。因為我哋一班咁樣學啦，我喺班入邊最細嗰個，所以其實係好有挫敗感嘅，係啦，每次都係好似得我彈唔到啦，係成日都喊住去上堂嘅。直至咧睇到一個叫做雷之十二樂坊啦，係啦，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一個中國嘅樂隊啦，係啦，就有啲着得好靚嘅女仔啦，跟住喺台上面彈啲好新潮嘅樂曲，係啦，有啲係改編咗嘅傳統嘅樂曲啦，亦都有啲係佢哋自己作嘅樂曲。係由嗰陣開始就覺得哦，原來喺台上面表演係非常之有魅力啦。咁亦都有希望話哦，不如我長大之後都可以同佢哋一樣，咁就好啦。每日放學返屋企 ，Grammy 都會練琴，由指法、音準到節奏，都掌握得越嚟越純熟。喺唔同嘅比賽屢獲佳績，之後更加先後加入多個樂團喺世界各地演出。嗰陣諗翻就係由小學啦到中學，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咧，其實都係練琴嘅時間啦。壓力好大嘅時候啊，或者係自己有啲咩開心唔開心嘅時候咧，都覺得即係彈琴係可以幫助到自己去表達呢一種情緒。升讀大學修讀音樂期間 ，Grammy 跟隨國家一級演奏員許玲子深造，之後更獲獎學金到演藝學院進修音樂碩士。因為佢有鋼琴嘅基礎，佢係樂理啊，或者嗰啲節奏啊、音準啊，佢做呢個就好好。咁古箏其實比較民間嘅，因為佢嗰個傳遞嗰個比較表層啲嘅。咁譬如話古琴可能會更加，譬如話文人啊、有哲思啊呢啲。咁古箏就係好似我哋喺詩詞入邊會提到少少啊，或者一句咩走馬聽秦箏，或者奔車睇舞燈。因為歷史上有好多呢啲古箏嘅描寫，點樣去彈啊，彈得勁好，都有嘅。挺好的。有幾個方面我想說的，就是我就知道咧係用身體個力喺度喐嘅係唔錯，但係你就喐咗上半身有少少多。喺演藝學院任教多年嘅許玲子，曾經係中央民族樂團獨奏演員，喺維也納金色大廳、紐約林肯中心等地舉辦過獨奏會。近20年，佢專注古箏教學法研究，提出力量由地起、樂由心中發、手不離中軸嘅演奏方法。咁如果用咗呢樣嘢，你個層次咪都譬如話呢種。第二句，你看把力量一下，很遠景的效果。然後你看把音拉長了。同我老師上堂嘅時候咧，佢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去開導我，令到我覺得哦，點樣可以感受到自己身體嘅每一部分其實都係用緊力咧。一路以嚟都係學習緊佢嘅一個演奏嘅理念啦，同埋表演嘅理念啦，就係點樣令到自己嘅身體放鬆，同埋令到自己嘅力量貫通。咁其實呢個係非常之難掌握嘅一樣嘢嚟嘅，就算而家我都叫做仲學習緊啦，仲揣摩緊啦。
咁而做到呢一樣嘢咧，除咗係真係坐喺個古箏面前練習之外咧，佢都會同我講話，要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嘅內涵，都係非常之重要啦。咁就會介紹我哋睇唔同嘅書啊，令到我哋即係了解多啲自己嘅身體或者音樂呢一樣嘢啦。譬如話中國文化入邊好多呢個咩經絡啊、中醫嗰啲好多點樣去貫通放鬆啊，所以彈琴唔單止係手指喺度喐嘅，要通過身體、通過心靈，要通過思考。咁樣通過你身體貫通嘅嘢，從呢個頭先講嘅樂有心中法，你發出嚟嗰啲聲係唔同嘅，可以聽到嘅。每個音包含入邊嘅知識性係唔同。古箏嘅演奏形式多樣，分為獨奏、重奏、協奏等，甚至可以同西樂合奏。Grammy 嘅好處就係佢喺合作嘅能力真係好強，佢有一個全局嘅一種，或者大家一齊，佢會注意到其他人啊，點樣佢去請埋一齊呢種音樂嘅感覺，加埋佢又嗰個樂感帶到伴奏或者合奏嘅其他人去帶出嚟。古箏咧其實係一種彈伴樂器嚟嘅，咁所以我哋發出嘅聲音咧，其實都係點狀，係即係一粒一粒咁樣嘅效果。弦樂佢哋呢一組咧，佢就係會發出啲比較線性嘅聲音啦，比較連貫嘅。咁所以呢兩個音色嘅特性啦，我都想喺呢首歌入邊展現到出嚟。都會有一段咧係我同小提琴嘅兩個樂器嘅對話啦，亦都係相當之有火花嘅。最尾係希望可以去到一個階段，就係一個動作啦，一個眼神啦，其實就已經可以話到俾大家知，我想幾時開始，或者我呢一個部分想有啲咩變化。我彈嘅，但係我要睇到右手。呢一日 Grammy 同玩西樂嘅朋友為一個演出彩排，正練習嘅呢首歌《點線之間》係 Grammy 委約本地作曲家陸偉俊創作，當中傳達嘅信息對佢意義重大。佢係真係好似形容咗我成個音樂路咁樣嘅，由一開始可能好迷茫啊，跟住去到中間仲會覺得好氣餒添，去到最尾後就覺得其實我之前經歷過嘅嘢都唔算得係啲乜嘢啊，會過嘅，可能會慢慢揾到自己嘅方向。低潮期嘅時間可能真係大學嘅時間。好多時會自己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可以做到音樂家啦，或者真係可以將我中意嘅音樂帶到俾大家，而大家又覺得係可以接受嘅，或者係咁樣落去係咪真係可以維持到生計啦？教中樂課程嘅陳慶欣認為 ，Grammy 在學期間已經樂於跨類型嘗試，相信佢可以將古箏音樂帶到世界舞台。香港有個特色就係話中西合璧啦，你有啲宣傳香港嘅活動嘅時候，帶一個古箏係更加有特色過多過帶一個鋼琴家出去，因為你鋼琴家可能喺西方嘅社會都有，佢本身自己嗰個演奏技巧啊，嗰個音樂能力又咁高。咁又能夠及同咁多唔同類型嘅藝術家合作都冇問題。本身亦係作曲家嘅陳慶欣，同唔同嘅藝術家合作過，作品曾經喺世界各地演出。舊年獲 Grammy 邀請創作古箏、鋼琴、二胡同敲擊樂合奏嘅樂曲。佢話每次創作都要同演奏者反覆嘗試唔同嘅彈奏方法。譬如話我諗咁樣，佢試俾我聽，我覺得唔理想，咁佢就會話不如咁，即係話嗰個創作係雙向嘅。用咩指法，用乜嘢嘅演奏手法去令佢更加聽起嚟更加係古箏好地道嘅古箏音樂，咁嗰個係其實係最難咯，但係亦都係最有趣咯啊！因為古箏好多時就唔係就咁彈咗個音出嚟，仲有啲指法去修飾嗰啲音嘅。喺西方人嘅眼中或者即係唔係呢個中國音樂嘅文化嘅人嚟聽咧，係覺得好有特色嘅。而修飾嗰個音就有時似我哋自己本身嗰個語言，
或者我哋如果你講啲北方話，有好多時講完之後個尾音啊嗰啲咁樣，咁呢啲係中國音樂嘅特色嚟嘅。咁所以我創作嘅時候都好想用翻呢啲咁嘅元素喺裏邊。其實好榮幸嘅一件事嚟㗎，因為嗰陣喺 Hong Kong U 讀嘅時候咧，就覺得 Professor Chan 係好遙不可及嘅一個老師啦。但係到而家就覺得，原來我係可以用一個叫做音樂家嘅身份啦，同一個作曲家嘅身份去交流同埋溝通咧，又會有唔同嘅一種火花。呢晚 Grammy 舉行個人音樂會，同多位中西樂演奏家合作。演繹多首經典名曲同近代爭曲，為康文署籌辦嘅香港藝術家系列壓軸演出。佢期望以古箏音樂感動更多人。由心咁樣去自己去感受啦，嗰個樂曲想表達嘅嘢啦，同埋就係喺生活入邊咧，即係靠住你平時嘅觀察，就可以將佢嘗試啦融入喺你嘅樂曲入面，有你自己嘅詮釋，就已經係可以做到感動人嘅音樂。每次開音樂會咧，會見到好多熟悉嘅人啊，譬如話老師啊、爹哋媽咪啊、朋友啊。但我覺得更加難得係會有好多陌生人真係見到個 poster 就會願意買飛入嚟聽我嘅音樂會，我覺得係好感動嘅一件事嚟㗎。咁所以其實我係每一次都好珍惜同大家相遇嘅機會嘅。